的是食要代表国民党出来选总统，这礼拜就会正式来公布。民进党的内部嘛传出讲，准备3套的剧本，包括国民党内整合成功，侯友宜配郭台铭。还有郭台铭离开着国民党，甲郭文泰来合作，这个郭台铭配郭文泰等等。民进党除了面对着对手之外，党内的团结嘛真重要。赖清德的信赖台湾基友会家人分会昨来成立，讲家人小英基友会创会理事长李英世医师嘛现身来收听，讲这象征着蔡英文的派系甲赖清德的派系大团结。前一天，家人信赖基友会成立，赖清德和小英基友会创会理事长李英世来讲台，象征党内英系赖系大团结，做伙拼当选。除了党内团结对外，面对国民党总统的人选还未出炉，民进党嘛传出着准备3套剧本。第一是郭台铭甲郭文泰合作的郭郭配，或者是国民党内成功整合的侯郭配，也阁有会用是阿伯无要倒头选总统，严格透过推荐部会省长来进行合作。阿伯到底有要合无，嘛影响到所有的民进党选战的策略。蓝白怎么配哈？事实上是真的不好配了哈。好，那柯文哲、郭台铭、侯友宜3个人都想当总统嘛，到底谁要退啊？我是看困难度相当高。到底谁会出线？国民党的立委一句话拢无要讲，只是赖清德最近空战甲陆战做伙启动，要拼民进党继续执政。不过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上新的民调，以台湾人是不是支持2024民进党继续完全执政来提问？无支持的有51.1%，支持的是40%。其中6个都市除了民进党政府执政的台南市有52%支持，甲高雄市48%以外，其他县市拢是无支持的人较侪。2024总统大选哪力被三卡都赖清德走大胜，也毋过选情千变万化，也未到最后的时阵丧输丧赢，搁真歹讲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